喺2017年裏面咧，除咗屬鼠係最強之外，第二個咧就係應該數到屬馬嘅朋友啦。屬馬嘅朋友今年係同紅鸞星入面嘅，紅鸞星係咩咧？紅鸞星就係結婚星啦。咁雖然好多人咧會覺得佢係一個好大嘅桃花，但係紅鸞星咧有個特質，其實咧就係話，如果大家係本身已經有對象，或者已經係拍拖拍咗好耐，想結婚嘅話咧，紅鸞星就幫到大家啦。紅鸞星咧係催動婚姻、催動喜事嘅。如果大家係本身係已經有對象咧，咁就會係容易咁得到呢個吉應啦。反而如果大家係純粹係仲係單身嘅人士嘅話咧，呢一粒星係雖然係幫到大家去揾一啲叫新嘅對象啊，物色新對象，但係始終佢嘅威力咧冇天喜星咁犀利。當然喺2017年裏面咧，屬馬嘅朋友咧，運氣係相當之唔錯㗎。所以咧，尤其是如果大家喺多啲喺出外啦，交際啊、約會啊、去下 party、去下派對啊咁樣咧，都好大機會咧可以咧認識一啲新嘅對象啊。同埋咧，今年有個特質嘅，屬馬嘅朋友咧，通常咧都唔使自己追去求另外一半咁辛苦啊。通常你今年一出嚟咧，嗰個魅力非凡咧，就會吸引到一啲身邊嘅異性咧去對你展開追求啊！無論男女都係，當然啦，男仔就要主動少少啦。人哋可能會欣賞你嘅才華，咁願意咁同你去進一步發展啊，或者去探討一下、認識一下、互相認識一下。你個屬馬嘅朋友想喺今年裏面催旺下桃花嘅話咧，可以喺呢個東面，喺東面咧同屬老鼠嘅朋友一樣啦，可以揾兩隻兔仔嘅公仔嘅，和公仔又好啦，或者摺紙都好嘅。喺東面咧放一對兔仔咧，會增加屬馬嘅朋友咧嘅桃花運嘅。如果今年大家都係真係想去催旺一下自己嗰個紅鸞星啦，真係可能結婚咧，係咪會今年好有機會咧，或者係想搏一搏咧？咁就不妨喺正西面咧放一對金屬嘅最好係金屬嘅雞嘅公仔啊，或者擺設咧，會有助大家咧催旺呢個紅鸞星㗎。